即马现代人赶流行买新衫、换新衫，这速度是真紧，也因为这旧衫回收的量贵的来变济，那准时无度回收，等于是制造一堆的粪扫。为着要对着这国际趋势循环再利用，这循环署推动循环纺织品的采购，希望会当透过生产回收再利用来减碳，也希望讲未来会当建立绿色的台湾品牌。 现场遮的衫拢是环保材质，包括循环署工作人员身躯顶穿的拢是。有民众的误会，感觉环保材质的衫敢若较两光，但黄线是公司的制服就是用环保材质做的，同事穿过拢乌落。同仁在试穿之后跟我说，其实穿起来很轻松，还比以前干得快，感觉真的很不错。 旧衫回收经过处理，会当做新衫。环境部资源循环署也成立纺织循环联盟，鼓励纺织业者甲旧衫的纤维回收做处理，摕来做新衫，达成永续的理念。主要的话是以单一材质，从主料到副料，包括我今天身上穿的，从衬衫到裤子，全部都是单一材质都可以回收的，包括纽扣还有拉链的部分。经过政府的推广，目前已经有11间民间企业。 含12个政府单位买大约5万领的循环纺织衫，有个会当减少1.7万公斤的旧衫，含21万公斤的排碳。环境部也鼓励消费者买衫的时，紧规领拢是高一种材质做的衫，因为这款衫单掉了后会当够回收利用。我们在采购的时候可以去想，怎样去做到可不可以全单一材质100%。 你只要是100%做出来一个单一材质的衣服，其实它后端的回收去化，这些上游的供应商，他就很愿意去做回收，而且他才有机会抽纱再制，成为再生的纺织品。环境部表示，现代人赶流行，买衫换衫的速度拢真紧，造成旧衫的回收量直直增加。有的阁是合成材质，根本无法度搁回收利用，造成真侪纺织品废弃物。 循环署鼓励大家对生活中做一寡小小的改变，来支持环保，也希望未来会当伫国际上建立绿色台湾品牌。记者陈心东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